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即马咱这个节目总算是做到30集啊，所以咱我有感觉较熟手啊啦。有啊，我有感觉讲我的台语的发音毋对的所在嘛有较少啊，顿底嘛是阁有啦，毋过有小可较少，表示讲我的台语是有咧进步的。不过我有当时拢是家己录录的，应该毋是这个音，我家己啊，阮王来姊啊，若听到伊嘛甲我讲，我对讲毋对。对啊，所以我实在是真感谢有一寡咱的里民拢会为面册还是为咱的 IG 讲哦，你这个音讲毋对，迄个音对对对，因为安尼咱才会进步嘛。无错，对啊。我有感觉讲，因为咱拢是要爱讨论这个社会议题啊，讲历史等等，所以伫咧准备的时阵吼，一直咧拢爱去查这个线顶的词典，感觉我的单词嘛是渐渐嘛是有咧增加。系啊，我暂时看迄个大陆文嘛，较顺，是讲较顺手吗？是安尼讲吗？就是我免拖足久才去是讲，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呢？就是你的读的能力开始嘛是有变较紧啊。有，对啊。所以我讲这做到这个30集来了，发现讲这个 podcast 是一个真好的这个台语的练习。对啊，我嘛真欢喜讲这段时间内底，咱开始有固定的听众啊。真的，所以咱你发觉讲咱逐礼拜一上线了后，就开始未开始推送，就直接就有先有一群人就先开始听。真的，我真正做感谢这些人呢。对啊，因为最近拢是等差不多一两天才开始，可能有一个两个，这是大概就是上线了后去开我就哇，感谢各位。感恩哦。对啊，今年7月哦，还有一个新的，就是开始有岛内进来啊。对，所以咱足感谢这位李小姐吼，来甲阮支持。对啊，对啊，因为你请咱食咖比咱就会更加用心来做这个节目。真的。对啊，最近呢，我嘛是开始加入一个台语的读册会，希望会当增加我这个台语的台语去吼，去学一寡较无受到华语影响的这个台语的句型啊，是讲单词。对啊，有当时嘛是拢会直接用华语来翻，有当时你可能已经袂记这个字名讲，你会做直接的就用华语去翻。毋过你若台语用久了，你会变做你这华语雄雄毋知要讲。对，我感觉你真好，你敢知？对，安尼真好。所以我感觉讲吼，若是有听众朋友想要来练台语的吼嘛，真欢迎恁起来咱遮甲咱来做伙开讲。对，阮会先甲你开讲，看你会当用啥物议题来甲阮大家讨论的吼。煞来你会当去为遐咱的访纲来去做一个准备。迄段时间你会感觉讲你的台语真正是会进步足济。而且我有发现，因为之前我若要写我要讲的代志，我嘛是拢直接用华语嘛。不过这两届我若用，就是我用台语讲，我甲安尼拍落来，我感觉我要对迄个安尼念的时阵，我真正顺手足济呢。对，真正差足济。就像咱
以前啦，会学英文的时阵啊，老师拢会讲你毋通先写华语，才甲翻做英文，安尼绝对袂通诶。对啊，你就是爱直接用英语去思考啊。咱咧写这个嘛是共款，咱就是一定爱。我后来就是我就是直接用，看我台语要安怎讲，我就用台语写。因为我若是写华语哦，我到时绝对念袂出来。真诶，对，变做一直顿地安尼，你俩想讲到底要安怎翻？因为迄句型就是迄文法是无法度直接翻译诶。对，你会变做 Me love you long time。还是 no long time no see 安尼，还是 people more than people see， 对。啊，我一直是对咱这个 podcast 的听众真好hen。First Story 有提供这个 Spotify 的 data 互咱参考啊。我一直认为讲吼，这个 podcast 是比我少年10岁左右的少年人咧听，想袂到呢。咱的听众有将近一半拢是35岁至45岁这个区间哦。毋过嘛是正常，因为咱无真正做啥物广告嘛，所以为咱身边拖出去的，应该拢是这个年岁的人较侪，拢是咱的朋友，也是咱的朋友的朋友。对，所以讲吼，咱这个35岁以下的这个听众朋友吼，你在讲。大力的推送互你的朋友，需要少年人啊！没错。啊，你若是有啥物少年人想要听的议题，拢来甲我讲，我嘛是会当足少年的。真的，我啥物拢会当讲呢。对啊，拜托，阮查囝2岁半呢，我连2岁半拢会发度。对啊，我一个5岁，一个7岁，我这我嘛当听啊。看你是要讲Star Wars， 还是要讲什么 Paw Patrol 这款？还是讲要讲 Coco Melon， 我是嘛是有法度，嘛是会使。笑死！我听啊。对啊，讲到这个性别呢，咱的听众差不多是有70%是女性，毋过。咱的这个性别嘛是跟年纪有关系，就是咱上侪人的35岁至45岁这个族群内底呢，女性占70%。毋过呢，你若是去甲看这个23岁至27岁这个年纪内底呢，男性颠倒是65%哦，真趣味。所以咱会当去。但是安尼教学无啥适合，毋过会当去就少年少年春风少年兄。对，安尼嘛是真好呢吼。对啊，Luna 会好好甲你照顾。韩国出去看伤济。对啊，所以你看咱这个 podcast 上面有人当讲，咱按韩国的讲起的，咱这节目讲到韩国的历史啊。对啊，地区的部分吼，虽然讲咱是英国的podcast，毋过咱住伫台湾的听众占6%，英国是占25%尔。英国以外上侪人是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而且吼，虽然讲咱足爱diss迄个首都 London 和台北人，毋过咱英国和台湾的听众内底呢，超过一半拢是为 London 和台北来收听的，所以还是啦，先甲你讲实的，我无定因遐就是。咱冷顿的听众无定就是高雄啦，还是台南啦，还是嘉义人遮的，伫台北的可能嘛是这一按什么高雄、台南这大汉去哩的，嘛是有可能啊，为下港去拍拼。对，系啊，所以大家吼，若是连港有来万城佚佗的话，拢真欢迎大家来找咱来这个啉酒开讲啊。对，互我上意外是咱伫中国嘛有李明收听咱的节目。对啊，就希望伊一切平安。
对啊。咱敢有啥物较特别的国家的听友哈？较特别国家的听友，我来看者。我记得有啥物啥物厄瓜多？哎，对。即个听众朋友若是有听着咱咧点名吼，你会当甲阮联络，举一个手诶，嘿，互阮熟悉一下，看是倒位来的朋友啊。对，有记得佫有啥物会啊？嘛有香港人啊，香港的听友 ，Colombia。对啊，像Luxembourg 嘛有咧，Luxembourg，系啊，嘛足特殊诶，系啊，佫有菲律宾、匈牙利，马来西亚嘛有，越南的嘛有，对啊。因遮应该拢是出外去拍拼的台湾人。过通常应该台湾人才会听得做，因咱是用台语讲诶。系啊，咱 Wales 嘛袂少人呢，Wales 嘛有嘛卡迪夫嘛有啊，Newport 也有啊，啥物双溪嘛有。哇！系啊，嫌迄Northern Ireland 嘛有呢。对啊，逐个若是嘛是会当甲阮来拍一个招呼诶，拍小招问一下吼，互阮知影讲你是倒位诶听友安尼。若是感觉讲即个台语袂歹嘛，是真欢迎着起来咱诶节目来小解你家己住诶所在。对啊，互咱知影你遐诶文化。对，逐个来做一个吼世界诶里面安尼。对啊，好。来讲到即个 Season 3吼，咱规个 Season 3感觉嘛是有一个太开的方向，咱一开头就开始讲3集的历史。最后即集嘛是前一集嘛是有讲到历史嘛。中就有讲到一寡较生活化的即个议题，比如讲有2集就讲到即个旅游的部分啊。对啊。毋过我感觉其实旅游跟历史嘛是真有关系呢。对啊。因为你有即个历史的概念了后，你出去旅游个较会当看个较深的安尼。之前几礼拜有我的公园站内底有发生一件代志，就是有一位日本的台湾妈妈对台湾的教育系统有发表一寡意见啦。伊就讲台湾即个所在啊，是两个囝哪有遮侪物件通来研究。毋过我感觉咱家己做一个台湾人吼，我咧旅游的时间，我常感觉讲，其实你看到一个所在，你讲这遮出水的，还是讲遮足好的，这其实拢是比较出来的。毋过你比较的时阵，你咧做这个比较的时阵，你爱2项拢有真好的了解，你才有法度去做真正的比较。所以慢慢你会发觉讲，你若是要熟悉一个所在，还是讲你出去外口，你要知影这个所在好还是歹，还是讲有啥物特别的所在，你就爱先了解你家己，才有法度做这个比较。所以我慢慢开始发觉讲，其实我若是对台湾的认捌无够深的话，我出去看这物件，我毋知我来看啥货呢。对啊。你对家己的文化有较深的了解了后，你出去外口看别人的文化，你看较明，看较透。对。而且你若出去想要甲咱交流的话，你若知影你家己国家的历史还是啥物，你嘛有较侪话题去甲人讲，甲人做一寡交流。无你就淡薄是伫遐讲bubble tea 啊，啥物有诶无诶，这有啥？对啊。系啊。我知影讲，就是大概咧推广台湾的文化时阵，大家讲台湾足侪好食的物件。毋过你讲台湾啥物好食，你大概提出来就是啥物牛肉面啊，粉圆啊，地牛奶啊，就鸡排啦。系啊。我感觉讲，其实这物件吼，拢毋是我细汉时阵食较大的。对啊。细汉是食啥物？阮遐拢食大卤面，无拖套鱼鸡，无鼎平蛇。对嘛？即款的，系啊。有啥物面大，有啥物乌白菜对无？对啊，有啥物你叫啥？生炒花枝啊，炒花枝嘛。对，花枝意面啊，这对啊，系啊，有生鱼意面啊。对啊。
很台南的嘛，对啊，高雄食啥物米糕城啊，食米糕配迄个乌白切啊，吼，啊个有大面啊，大面嘛是配乌白切，啥物拢乌白切啊，对，反正得说乌白切就对啊，对啊，对，所以感觉讲，常常看这个。当然嘛，是讲你嘛，但是要甲咱的物件撒口，这澳洲人，你袂通是讲想迄个伤 adventurous 啊！你一开始吼，就互人食饱来，人会惊死啊！真诶，这我长啊，这你长啊，对啊，毋过至少咱嘛是有米粉炒啊，对啊，对毋对？我感觉对遮的外国人因较有兴趣的，就是咱台湾的山甲海佮历史。对。毋过真可惜，就是逐个学的台湾的历史拢是迄个国立编译馆诶历史。弄什么？弄迄边个啊？黄什么啊？我刚才我叫是拢袂记起来，我想要背迄个什么中国诶，对。哦，对啦，什么皇帝尧舜啊？王尧舜啊，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迄位我拢是我本来都记得这呢。我刚才我做这拢是读诶德行和老师啊。对啊，而且因迄拢是华国诶视角，对毋对？华国诶史观。拢毋是真正咱台湾的史观啊，所以定定你听台湾人家己咧介绍台湾，听拢我要吐血，想讲这你是有咧读册啊？你有咧读册，那才会讲着安尼。你若是拢食迄国立殡仪馆的屎吼，我真系笑死。哎呀，对啊。所以对啊，所以我感觉讲，咱咧做一个台湾人，毋通讲10月12迄天吼，伫遐咧，你用摕迄国旗伫遐吼，打来打去，然后来讲我爱台湾。我之前有讲过，你若是真正爱一个人，你爱去真正去了解伊的背景，了解伊的文化，没错，这个爱对啊，伊爱什么，伊无爱什么，对无？对啊，伊敢有介意迄个旗啊？哈，对啊，咱敢有介意青天白日满地红？啊毋过迄个中式路一段还一段，好，伊毋是讲着迄青天白日满地红嘛？伊迄个红的代表是花呢，你毋觉得恐怖诶嘛？我之前想过咧，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红是代表花呢。你毋知哦？我毋知啊，因为我无。因为我无想要了解中华民国啊，系啊，所以我最近听到迄一了，就知原来迄是花哦，够恐怖诶。对啊，我因为即马人伫外口嘛，所以定定等于台湾嘛，是用一个观光客的心态来去看这个所在。真诶，我即马回去，我会定定去无共的城市去因的独立册店吼，去找迄个介绍迄个所在的册。虽然拢无看煞，毋过我有即个我有即个心，甲你解说。有踏出第一步就是一个开始嘛，对无？对，系啊，对啊，我定定嘛是讲，带人来高雄佚佗，我刚想讲，夭寿哦，我要介绍高雄的历史，我竟然袂晓诶。我到遮我就感觉就怎讲，就歹势，因为你看，我感觉英国人对因家己的历史是就骄傲，当然伊是帝国嘛，伊是出去共统治的，伊当然会对家己的历史就骄傲诶。毋过我感觉咱嘛是会当开始来有即款的自信，开始来做家己的历史。我感觉台湾有一个足骄傲的所在，虽然是有好有歹啦，就是咱的文化是足多元的，是有进前一开始都
波多嘅人，啊个西班牙，啊个荷兰诶，日本，虽然讲有一寡是去甲咱殖民，啊毋过，就是因为安尼，咱台湾人才有遮多元诶包容啊，对无？就是有诶人遐伫爱爸叫母伫遐伫乌白反诶时阵，咱嘛是甲接纳开啊，对无？对。嘛是因为有遮会当甲因讲，咱台湾无属于中国，你莫搁伫遐甲我乌白543。对。啊，另外我是感觉讲，你会当感觉讲，为开始来到即个吕老师，咱逐个拢是对旅游的方式拢是百种。我就介意讲，他们咧开讲的过程，讲去观察讲逐个旅游的即个模式，来看即个人的个性安怎。我嘛感觉诚趣味，去参考因的一寡想法。我感觉这当中，这嘛是有一寡像迄个共款是咧旅游，就是走去即个人的头脑内底旅游啊。嘿，对啊。想讲开始迄集有讲到 walking tour， 我嘛做推荐大家，你若出国佚佗的时阵，会当去 walking tour， 因为你对咧当地诶 walking tour 伫介绍的时阵，你会对即个要耍的即个所在有更深的了解甲体会。对。所以是我去波德嘅耍的时阵，一开始我感觉遐个所在风景甲建筑足水，毋过我经过对了迄个 walking tour 了，我感觉即个所在毋是干那水尔，伊有对民主的，就是除了台湾以外，别个国家的民主发展，甲咱台湾遮尔啊相共。咱即个民主的维持，真正毋是干那出来投票遮尔简单，莫阁感觉政治做垃圾啊，还是嘿啊？我政治就是生活啊，你若要去了解你支持的人的想法，其实袂足困难啊。你去佚佗拢要看 Google review 啊。对。你去找饭店去看餐厅的时阵，你拢要去看人迄评论，讲即间餐厅到底是好啊毋好的时阵，你为虾米投票？你会当黑白投，你毋免去看伊的政策的发表，对啊。对。讲到即个 walking tour， 比如讲，我感觉最近嘛就诚侪即个台湾的少年人开始咧做即个物件。比如讲，以咱即个咱打狗来讲，有一个物件叫做港都熟悉王，港都认识王。伊就是咧做在地的导览，搁有即个 customize 的即个行程。我感觉我大概看因的活动，我感觉哇，这我就想要参加的。毋过我即摆有囡仔是去较困难，毋过我定定着讲，着看着比如讲因会去迄个盐埕市场内底，来熟悉遮个店头看即个店头家伊的一个历史，含伊的一个人生是安怎过的，会了解因即个生理的经过，即我感觉拢诚有特色啊。对啊。像台南嘛有一款散步的导览，就是伊会甲你介绍讲，因为安平迄当阵其实是一个小岛嘛，伊无甲台南规个连开，所以伊就会甲你讲，以早有对一片，你搭的所在对一片是海，按对一片，对一片看起是，你会当看到安平国宝一个迄个城安尼，我感觉拢是你会当更加去熟悉你即个城是你住的所在，还是。就算毋是大个所在好啊，你会当更加去了解台湾的历史。对啊，我感觉逐个若是吼，遮海外的朋友，若是来等于台湾佚佗的时阵嘛，是会把试看嘛，用一个观光客的心态来去佚佗一个看，你，我感觉你会看到真正无共的台湾。无错。过来就是咱即届嘛是有讨论到，有几集嘛是有讨论过，讲咱若是想要生活，还是讲想要退休的话，想要住对一个国家，即个讨论。拄吼真神奇，就是过去即几礼拜吼，英国的台湾人伫英国的即个 Facebook 面册即个社团内底嘛有诚侪人咧分享，讲一开始是有一个少年人出来讲，伊即马吼住甲感觉诚无适应，想要转去台湾啊。看大家有啥物看法安尼。对，我感觉讲，其实大家的心态当放较轻松的，就是你
大概你无必要讲一定爱住伫什么所在，就算讲你是台湾人，你嘛无一定爱住伫台湾。对啊，你若是你抽到英国的这个working holiday， 你嘛无一定爱留伫英国啊。对啊，因为大家人生故事拢无共啊，大家会经历，大家介意的所在、介意的物件拢无共，所以无必要讲大家拢一困头要住英国，你嘛爱住英国，还是讲感觉讲因为我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一定爱住台湾。这我感觉这拢无一定的。生活自在上重要。对啊，就是拣一个你感觉家己上舒适的，无什么负担的所在，你就人生干了一届，毋免活甲遮痛苦，真的。对啊。我之前发现讲有一寡住伫英国的台湾妈妈吼，因有一个现象，就是若就是看台湾的朋友亲情较亲的，拢会足介意转去台湾的，拢嘛就少年讲会当有一天转去台湾住。毋过呢，嘛有一群英国的妈妈，台湾伫英国的妈妈呢，因是其实真无爱转去台湾的。因为有一寡是看台湾的亲情无亲啊，看台湾厝内人无亲讲那么就是迄款的就是大概转去阿母念互亲情迄个emotional blackmail 还是大概问东问西就烦的所以若是转去拢嘛是一礼拜就转来啥物会所以我感觉这种是就看个人的像咱有一集南港的即个时规嘛，伊嘛讲因为伊伫台湾会无聊因为朋友拢要上班，无法度找出来嘛，所以嘛感觉讲无法度伫台湾住伤久。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伊嘛是有一个熟悉的人，无算是朋友啦，伊是国中的时阵对阿母搬来英国的，伊疫情的中间有试咧要搬转去台湾住，毋过伊住无半冬伊就搬转来伊讲伊朋友拢约袂出来，找无着新朋友，所以伊就感觉讲咱就真无聊，伊就搬转来毋过像阮即种，因为伊是国中就出来嘛，嘛真正常，就是朋友会较少，毋过像阮即种，我是要30岁才出来我伫台湾大概城市拢有朋友会通找，所以我等于嘛是这么行诶 schedule 我是读甲甜诶，系为早顿一摊，中昼一摊，下晡第一摊，暗顿一摊，宵夜搁一摊，食到中要中风去安尼，中风去，我要气啊！就大概状况无共款所以对做出无共的选择莫讲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莫互家己压力，莫讲一定是爱安尼对家己自在上重要，无错，认同。好，来讲到第四季咱来做一寡小的无共款的变化。咱想要试看因为咱即摆是2礼拜就有做一集嘛。对。嘛是因为咱2礼拜就做一集阮需要做一寡时间来准备读一寡资料，所以2礼拜一集是拄好的即个节奏，安尼互咱有拄好的时间会当准备。毋过呢，咱想要增加就是咱即个认真准备的逐集中间呢，来一个拉迪赛的一集。调阮来拉迪赛安尼。对袂长度就袂可能会较短可能会当因为定咱一集播出了后，刚刚讲这嘛当甲大家介绍一下遐嘛当甲大家介绍一下。对对感觉讲咱中若是阁有一集会当来补充说明，是讲会当跟大家分享讲即礼拜发生的有趣味的代志安尼。系无嘛是会当甲大家讲，就是阮对台湾一寡好笑的新闻的一款感想安尼。对，跟英国的一寡比较安尼。对，所以咱第4季就会做一款无共的一款变化大家
来试看卖啦，看大家接受安怎嘿。无定着咱感觉跳到要死就无要做对，嘛是有可能哦。病毒一直打咧摆伫加。对啊，就是试看卖啦，对啊。嘿啦。好，咱对啊，所以嘛是真感谢这30集以来大家对咱的这个支持、跟批评、指教啊。对，因为阮真正是真望会当用就正确、就好听的台语来甲大家了解英国跟台湾的一寡无共的所在，是相共的所在。对啊，咱就是咱会尽量啊，会尽量真正是对啊。那大家若是有介意的话，嘛是欢迎大家甲阮支持，比如讲推送互恁的朋友，分享伫恁的家己的social media， 对，也是讲追踪咱的面册 IG， 也是对，嘛是会当真正有假的钱会当甲阮donate呢。未来无定我嘛甲这节目放伫 YouTube 顶管。对，对啊，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练台语。系啊，台语雄走音去练台语。不要紧，走音甲做高水诶。好，咱第3季就是安尼，嘿，感谢功德圆满。你讲功德圆满，害我唔知要怎讲。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太平安，再会。就我清芳过一池，七彩水果青。